谁呀？我。哎呀，开门。快进来呀！看他们俩跳舞，新的舞步叫丽丝儿，还跳了？干嘛呀？都听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歌？当领导当习惯了吧？管天管地管着我跳舞呢。关了，正经啊！关了，马上关了。哎，别关啊！别给洗了，这好不容易从广州弄过来的。这样，美玉啊，放一个别太闹的，啊。哎，对。这曲子真好听，叫什么名字呀？友谊地久天长。哎，嫂子，你听过啊？我们当知青的时候听的。文革的时候哪有这个呀？你不知道，美玉，这个真好，真会应景。大概是77、78年78年底，那会儿全国知青闹大返城，走成的没走成的，在分别的时候，都像是生离死别。我们要走的时候，不知道谁偷偷唱起这首歌，我们一听都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当时哪听过这个呀？对吧，一鸣？是啊，终身难忘。